姐妹，大家平安，平安。这时，让我们一起起立，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此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大山为我挪开，大海又露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担此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大山为我挪开，大海又露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的话让我明白，你爱我永不更改。你保守我的心怀，紧握你双手不放开。你的话让我明白，你爱我永不更改。你保守我的心怀，紧握你双手不放开。大山为我挪开，大海又露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钉痕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拍手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弟兄姐妹请坐。虽然我们会遇到许多不如意的事，遭遇到各种不同的困难，但神说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荣美，世上一切变暗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荣美，世上一切变暗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
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充足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必充足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莫大能力。高举双手，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跟随耶稣，爱我的主，我爱你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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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举双手赞美你我主，全心全人都给你耶稣，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一生一意活出荣耀的呼召，勇敢地向着标杆直跑。大家平安，大家平安。今仔见证会阮有两个姊妹伊主动家己要来做见证。一个素兰执事
就是静文姐妹，搁一个兄弟就是我本人。大家平安。咱做伙里活里这个上帝的疼，神的爱跟神的恩典里面，其实这个是基督徒的特权。那渴望呢，我们也渴望每一个教会呢，每一个兄弟姐妹每天都活在神的爱跟神的荣耀里面，对不对？当然，神的作为神迹，求主施恩，让我们每一个教会都满了神的荣耀的作为。而我相信，其实神上界大的是什么回？上界大不是叫使人复活，而是什么？而是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改变。当然，我们华人都很喜欢讲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大家都会讲，江山易改，本性难。更难的还不是叫一个死人复活，更难的是怎么样？怎么样改变我的个性呢？怎么样改变我的坏习惯？怎么样改变我本身的生活的一些行为？我的生命来改变。我要分享的是《使徒行传》的第3章，彼得跟约翰的事情。彼得、约翰，他来到美门的时候，他看到一个什么瘸腿的起来行走。当他们到美门口的时候，看到一个瘸的瘫在那边，他们的第一句话讲什么呢？因第句话讲啥？你看，你看我，你看。所以这2位彼得跟约翰注目在这个瘸腿的人，他说：“你看我，你看我，你看我。”第一句话他是讲圣经所讲的，说是说你来看我。第一句话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常常看到圣经这里就被的提醒了。彼得说：“你看我们。”看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在四周围的人，我们经常跟人家传福音。我很不好，我脾气很不好，对不对？你不要看我，但是我们的神很好。我们是不是这样的分享的传福音呢？你没看过，你没看过，你看我的心，我的心足好的，对吧？但是我们一定会先打个预防针，你不要看人哦，你不要看我，跟你讲，我是很糟糕的基督徒，我不行。你看我，你一定不相信的。可是我跟你讲，我虽然不好，我的神很好，很棒。但是我们周围的人如果没有在我们的身上看到神的作为、神的荣耀、神的改变，那哪里去看神呢？他在哪里看神？如果没有在我们身上看到神，他去哪里看神？你觉得他会去哪里看神？一定是看到我们的生命，对不对？所以说，基督徒可不可以像彼得跟约翰，对于一个不是基督徒的人，他们要帮助他，把他带到神的荣耀里面的时候，说的第一句话：看我，你看我，我以前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我们知道，彼得以前是打鱼的，以前呢是一个很糟糕的人，个性很坏，脾气很不好，很喜欢跟人家比较，很想抢第一。我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有一个改变。你看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每一个生命都可以被看的。我们讲的道理很会讲，但是不一定人家听得懂。但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都可以被看的。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求主帮助我们。基督徒不是只会说，而是生命要改变，是被人家看的。我以前很自私，现在是不是好一点？我以前不会爱人，现在比较关心别人。
我以前天天忧愁，现在不是喜乐一点？我的周围的人可不可以看到我这个改变呢？我觉得改变呢，还是可以用我的手做很多事情。我参与很多，什么都做，教会的事情我什么都做，但是我的生命是不是可以把人完完全全带到神的面前呢？我讲一个见证，这3个月，就是我们牧师团离开，再来3月24号，陈伯文牧师的拣选，这个高山低谷在教会，在我的个人也发生。我先讲，我们这位冬至宝宝以诺好了冬至宝宝，伊是12岁22生叫做冬至宝宝哈。其实咱知影，咱有囡仔有结婚咱拢爱咱的囝婿、咱的新妇较勇的，对不对？你身体愈勇好，阮后生较难一撮，你爱甲照顾，对不对？阮的是不是？是不是？大家拢安尼想法，对不对？爱较勇的。其实我有一个孙子以乐他非常快乐，有他就很快乐了。我想一个就我们想这个小孩子要生文成长老，我请问你你会不会说在叫你了得恩再生呢？你嘛别安尼讲嘛，对不？你有去计生安尼你比我较进步，我都唔敢讲但是其实，那我在这个年代里面在我们这个5年级、4年级好了这个年代，大部分呢，何况是3年级，都不会去讲说，咱的囡仔有一个这么囡仔要结婚就袂歹啦，我们要生一个就足欢喜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孩子跟媳妇2个人，他们过得快乐就好2个人有了娱乐，看起来他们也照顾得很好，也照顾得很忙，所以也没有说我不可能开口，也没有那种想法说你们可以再生一个让他有伴，没有这样想。但是已经经过了7年，他们7年也正常的这样夫妻的生活，在7年的当中，这个他也经常去看中医，最后他去看士林那个中医，可能大家都认识那个郭医师那个郭医师给他把脉你要这怀孕有困难呢，因为你的好像冷地足冷的嘛或者有一点地中海贫血，不可能。所以我跟你讲咱拢有忙囝婿和查囝较勇的，对不对？但是我们觉得说这个如果说我们的媳妇身体好一点，对孩子有一点帮助，对吧？当然，他们经常很高兴去玩去日本去哪里？去荷兰去哪里？但是呢，有一次他们去奥地利又回来了，怀孕了，7年之后怀孕了这个但是出国有人说出国但是一定要出国呢，不是这个拿出国呢对吧？那个我嘛唔捌去看中医啦，这个郭医师说，因为你愿意，你改变，为什么？其实他要让他吃水药，你看怎回事？一般的中药有，一般的药他们水药，水药是不便宜啦。但是我说没有关系，我愿意做个改变，让他能够身体好一点。但是没有想到是会怀孕，会是上帝所赐的产业。那个郭医师说，因为你愿意，所以还没吃水药就有了。感谢主，他还没吃，还没开始让他吃有以诺，所以12月22号就诞生了以诺。这是我们严家唯一的男孩，
为了孙子。这感谢主哈。其实我们人生，我在这分享，就是我们要坦白讲，刚才我所讲的，就是要改变。也求主帮助我们基督徒，不是用手把人带到教会，带到神的面前，而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把人拦在教会的以外？我们虽然带进来的，但是我们的生命是把人拦在教会的以外，因为我们教会每一个人都可以这样被看的，看到我们的生命的。好，这个是我第一个见证，后面还有第二个见证更精彩。好，我们现在请那个后面的那个素兰执事来做分享。弟兄姐妹平安我的见证没有这么样的神奇对啊，感谢主，可以在这里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我的信仰生活我看了一下那个，我自己回去开一下档案说，喂，我去年3月也是做见证的，那我不晓得我有没有改变这1年来有没有改变对啊。感谢主，我知道教会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也知道上帝给我很多的恩赐，可是我都不该用，身体嘛不该用，可是我就是很欢喜，我在主日学孩子的这样子一个服侍，对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单纯的人我很怕复杂的东西。我记得集会长老问过我一个问题我回答他以后，我的很单纯，我不会要过多的东西的人好，那再来我就要讲到我的信仰了带我进入教会的是玉兴执事他是我大学同学所以在大学的时候他那时候用一台摩托车载着他2个小孩，后面又载着我来到了教会真的。可是我那时候住板桥，那我第一次来教会应该不算是大吉听了以后呢，刚才我听刚才没听吧啦。再来呢，后来我的大媒人也是他，所以说嫁到桃园来了，嫁到桃园也来了。对所以说玉兴执事真的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改变我生命最多的人。好，再来呢，我觉得读经一定是跟我自己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其实我很喜欢读书，每天那个床旁边都是书可是我知道要读经要祷告，可是不晓得是我的个性怎样，好像都没有持之以恒都好像3分钟热度。都好像没有做到很好，我自己都觉得我很亏欠神在信仰上，我好像是一个很软弱的人。知道我知道我跟神的关系很熟悉可是好像有点距离耶。求主赦免我的罪。我常常跟主说，主我不要这样子。可是怎么样来改变我？是我的个性吗？刚好集会上有讲到这样一改，百姓难以。我想改去年到现在我到底有没有改所以今天小组的时候丽英组长就提醒我，他说素兰姐，我们都是老基督徒了，不能再借着这几年我常常在讲说，我今天到了加州，到了哪里？因为我会上网去看各个教会的正道那个正道觉得说，这个牧师我好喜欢那个我好感动。可是呢，我觉得从此以后我好像没有翻开我的圣经那本圣经都摆在那里那以前小组的时候我说我一定要把它背来，我小组的时候还把它背来。后来我们小组长越来越好，整个都抛在那个 YouTube 上，所以圣经也没有背来了。对我是觉得说，他今天真的是再一次的提醒我们都已经是老的基督徒了，不能再跟 YouTube 建立看神的话语了。
而是要跟神啊，要把自己的圣经找出来，自己亲自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有，好，那这个是我今天啊，突然间我又给他加上去的，因为我觉得丽英小组长给我很大的提醒，我不能在 YouTube 上浏览很多的东西。有人跟我说：“哎，你什么时候跟上帝同在？”我跟他说：“中午的时候，我休息1个半小时，我整个都在 YouTube 上，哎，我11点我才吃饭呢。”哦，我是觉得这一点啊，我是觉得，其实在网络上流荡了太久的时候，整个人都麻痹了。好。所以呢，今天回去，因为我还没有回家，所以今天回去我一定要把圣经找出来，自己跟亲自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好，再来啦。其实那时候我要分享的是有一个影片我很感动。哎呀，又提到 YouTube 哎，这时候，可是那是2、3个礼拜前的事了。他讲到人啊，真的是生来是不公平的。可是这时候我在那个步道散步的时候，我就跟我先讲了，我先就说啊，上帝是公平的，只要将人的一生的那个什么时间轴展开来，就可以发现上帝是公平的。所以自己要跟自己比，因为他常常骂我笨啊，我也真的不聪明啊。他说要跟自己比，不用跟别人比，要看自己有没有尽力去做，有没有比昨天进步。所以我常常在家里我是要听训的，我还要听我老公可能教导我很多训话嘞，好，但是啊，我心里还是有一点点的迟疑。我觉得这个时间轴啊，这个说法哦，在这个现今的社会里面啊，真的压力很大，纷争很多，伤害、迷茫，这个世界啊，我对他是质疑的哎。所以啊，前阵子发生那个凯凯事件啊，我自己想了好久。我常常在想，我不止自己想，我还跟我们公司的经理分享，因为我有一个最好的搭档，就是我们公司的经理。我一直跟他讲，我就跟他分享上帝是公平的。我想了很久，因为现在人心真的是很败坏。我们这么单纯的人啊，其实对于那种事情哦，就觉得人心的一个败坏，失去了上帝原本创造我们的形象。我们常常在这个社会当中，怎么样让周遭的人，我们周遭的人去相信上帝是公平的？后来就讲到了这个背后啊，失能的那个家庭啊的背后是大环境的失能。其实我们台湾的大环境真的是出了很大的一个问题的，所以呢，大家都很冷漠，是我们社会失能的一个现象。其实我常常是很热情，可是我常常觉得有人觉得我一头热，有人觉得我好像有点少根筋啊。我就觉得说，期待我们教会啊！我像是3月24，我牧师都出来了哦。那是牧师在的时候，我儿子还是国中哎，现在都已经出社会好久了哦，就很期待柏志牧师赶快回到了我们教会，期待教会来带领我们弟兄姐妹，唤起我们弟兄姐妹起初的爱和感动啊。刚才诗歌唱到说一生的意义，其实我一直在想，我到底能做什么？其实我们一生的意义就是要活出主荣耀的呼召了。我们就是要跟随耶稣，我们要爱我们的主，可是我们有时候也要有个领头羊来带领着我们。好，再来呢，那就讲到圣经上的话语咯。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要做在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的身上。其在上帝的爱，不仅仅是在我们教会里哦，也要让我们这个爱要传扬到各个角落去。”所以啊，现在我只要听到有人跟我抱怨不公平，那是不公平，还是自己情绪低落的时候啊，我就会告诉他，上帝是公平的。我现在不讲人生的时间轴了，我想世界的时间轴。人生的时间轴，有人会怀疑，
可是我讲世界的这个时间轴展开来，你就可以发现，上帝是公平的。我相信上帝是公平的，每一件事的发生，都有我们要反省、要悔改、要学习的地方。因为上帝救恩的门是打开的，上帝的恩典白白的赐给我们，只要你愿意相信，口里承认，感谢主。上帝给每一个人的机会都是公平的哈。我们后面请拿静文姐妹。各位长老，小组长，亲爱的家人，大家平安。感谢主哦，也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生命故事。前天我打电话给我的小组长，我说哦，你有没有比较更改一下，也来分享做见证的人选？因为突然我的左嘴冒出了一个疱疹很大，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很痛。他说有拦阻，你祷告吧。哦，可能也是太久没讲见证了。然后呢，祷告了之后呢，没有好，可是不会痛，哦，就没有痛，但是真的蛮大的哦。我出生在苗栗的通霄。13岁的时候，我们举家就迁到了台北。30几年前，我们搬到了桃园。我今年70岁。我是一个单亲的母亲，育有一子一女。我的儿子5岁的时候，因为我的先生有外遇，那我就成全他，我跟他和平的离婚了。从此，我就是单亲。人生的道路真的起起伏伏，变化艰辛了。因为我的娘家很穷，造就了我个人自认为很独立、很坚强、很勇敢，而且很骄傲、自满，并且主观非常的强。还有，我都不会笑，我也不会哭，我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的个性。所以呢，当然在这个人生的道路当中，一定会有不如意的事情。当我遇到事情过不去的时候呢，我就是算命、拜偶像，这样的日子过了50几年。15年前，半退休的状态，我全心投入慈济志工，经过2年的培训。我成为了慈济的委员，因此我常常都要参加慈济的大小活动。102年的一个清晨，意外发生了。当时我担任慈济医院医疗志工4天3夜的医疗领队，必须要住宿在医院。我的女儿独自在家，因为情关没有走过，轻生了，被送到圣保禄医院。我在医院，我们不能开机，我的一个小包包放在座椅下面，一直震动。然后我们3点多、4点多就要跟证严法师连线，所以也没有注意。然后当我抓起那个电话的时候，500多通未接来电，结果才知道我的女儿轻生，被送到圣保禄医院。我赶紧坐计程车奔回桃园，那女儿呢被救了回来，但是非常的严重。我去到了医院，马上就转诊到台北的三军总医院。经过1整天的急救，医生告诉我3句话：
你的女儿随时会走。第二句话，她的器官都在衰竭中，但是她或许还有机会，因为她还年轻。她那个时候才24岁，大学才刚毕业1年多。那我也为她开了一间画室，就是教小朋友画画的。当时我听到以后，医生这样讲，我2脚一瘫，完全就晕眩过去了，就被推到了急诊室，在那边住了3天。从此我就守在加护病房外，天天就是哭，哭瞎了我的左边的眼睛。每每我要分享见证的时候，虽然我之前也曾经到过许多的教会去分享我的生命故事，神在我的生命当中如何的把我从失丧当中救回来，但是我昨天到今天我还是很紧张，我还是一直告诉我自己，我不可以哭，因为我一哭我的眼睛就蒙掉了，所以呢，当时呢，哭瞎了，体重也从56公斤直掉到41公斤。面对女儿，我天天跟她道歉，我告诉她妈妈很爱你，你也是每天抱着我，妈妈我爱你。但是她听不到啊，因为她非常的严重，她是插管。我对她始终觉得我非常的亏欠，在她正需要我的时候，竟然不在她的身边，以慈济的志业为重，天天往慈济跑。每天呢，除了诵经回向，也到了台北的灵济寺去跟人家做法会，拜了7天。板桥的华严寺去拜了5天，杨梅的各大寺庙，我就一直去拜，一直去求。然后呢，马上捐给慈济100万，用女儿的名字，就是希望能够消她的罪。40几天，女儿就转回来中立的长荣医院的单人房。从此我就守在女儿的身边，24小时看护。我变卖了房子，因为医疗费用非常的庞大，轻生的是没有健保的，全部要自费。我不住的问苍天啊，为什么？为什么是我？我这一辈子也没有欠人，我也没害过人，我也挑起了娘家大小的事情。我也有一个念头，女儿走了，我就跟着她走了啦。我不想活了，我真的活不下去了。直到103年，我的哥哥从大陆回来，他去探访我们，看到我瘦成那个样子，整天就是失丧，就是一直哭。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你什么把戏都做了，你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你来信主好吗？因为你的女儿是基督徒。”我的女儿在国小的时候，她的表姐，我妹妹的女儿，就带她到桃园新生命教会受洗。当时她有跟我说，我虽然没去参加，可是我没有反对她。我跟她讲说：“你信你的，我信我的，你不要管我就好了。”所以我哥哥跟我这么讲，他说：“你的女儿是基督徒。”当下我就答应了。他牵起了我的手，为我祷告。我眼泪流不住，止不住，然后全身颤抖，非常的惶恐。隔天清晨，当天晚上睡在医院的长椅子上面，有睡着了。神就透过了一个异象，就是有一道光突然的照进了我家，推开了我家的2道房，光就一道白光就进来了。然后我也还是很害怕。第5天的时候，
我又做了一个梦，我看见了我的女儿站在一栋别墅上面，非常漂亮的房子，门框上面她做了那个鲜花，上面写着 LOVE， 她告诉我说：“妈妈，这是我们的新家。”十几天以后，我请了牧师，就到家里把我家的偶像给移除了。女儿的病床重新播放着是诗歌，我就开始读经给女儿听。从此，我的女儿一天比一天的好转，身体所有的器官都完全康复了。后来就转回来圣保路的普通病房住了20几天。突然有一天，他的血压就下降了，就安息了，也就安息主怀了，回到天家。感谢主，今天我若是没有信主，就没有我站在这里了。我非常的感谢我的大哥带领我信主。神不断透过异象、异梦，把我从罪中给救赎回来。他看见我的软弱，我每天哭，我还是每天哭，我真的哭断肠。但是当我真的非常的失丧、非常的难过的时候，我只能跪在十字架面前，我告诉神：耶稣，你要救我，你要救我。为什么？因为我真的想死，可是我回头看到我年迈的父母都90岁了，我的女儿这样子离开了，我这么难过。如果我跟我女儿一样这样子，我的父母亲情何以堪？我就转个念，我把这样的一个心情交托给上帝。上帝啊，你一定要救我。神不断透过许多的异象、异梦，甚至跟我说话，把我从我的罪中给救赎出来。我也看他差派了很多的天使在我的身边，他建造我，陪伴我，改变我。正如罗马书8章28节说：“我们都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不住的读经，不断的祷告，我向神求你指教我，好让我饱从你而来的供应。我天天灵修、祷告、读经，然后神非常的爱我，把我带进了灵粮堂。我接受了教会的培育课、恢复营、国内外的特会活动、门徒训练、双语养育，然后我接受了3年有系统的神学课程。在那里，神真的大大的医治我，也释放了我的灵得自由。109年，我被按牧为传道人。在这期间，神也透过了许多事物，要我去服侍与我同样经历的世上亲人的人。第一个就是义美的一个第3代的孙啊，他的女儿也是亲生。他是看到我，被我的见证被登在《今日报》基督教《今日报》上面，透过天平，来找到我。他这个妈妈非常的伤心，也是一直哭，然后我就陪伴她，跟她用室内电话陪伴，然后去拜访她，去探访她，之后去天平。为他的女儿做了一个周年追思，然后当天他也就信了主，就受洗了。另外还有一个是在新竹的一位，也是22岁的年轻
年轻的男生，他也是他的妈妈也是透过天平来联络到我，因为他的儿子也是轻生，当场走了。这个妈妈只有生一男一女，然后我也去到了新竹，然后去陪伴他，去探访他。另外一个更神奇的是，一位我们族内的弟兄，他的儿子车祸过世，可是呢，他一直走不出来。后来他也轻生了很多次，在花莲，然后被送到了慈济的精神病院。后来透过教会的牧师要我们去陪伴他，我们在那边在他的家里陪伴他2-3天，也为他做医治释放，就是让他出院的时候真的很神奇，神在现场马上动工，从此他没有再回去住在花莲的精神病房。感谢主，这一切荣耀颂赞都要归给主。马太福音5章4节讲到，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我起先读到这样的话语的时候，就想说，怎么我这么痛苦，这么伤心，为什么有福了？不断的查经之后，我才深深的知道，神是不轻看忧伤痛悔的心，因为忧伤中必寻得见真神。这里我也跟大家分享一段，4月30号去年世谦牧师有分享了约伯记36章13到21节，在一节当中，他讲到，他告诉我们，苦难的时候，第一个认识创造奇妙的上帝，发现苦难蕴含的智慧，用祷告开启认识上帝的智慧。真的要祷告，依靠经历上帝的作为，信心的跟随。他也分享了2句话他说，苦难是回应正受苦的人，也是提醒我们还没有受苦的人。我觉得他讲的好像都扎到我的心里面了，我觉得非常的受用，我就把它记录下来。列王纪上10章8节讲到，我们若常是立在神的面前，听神的话是有福的，因为神要亲自引导我们向左或向右，必听见主声音。主所赐的平安必与我们同在，主大能的手也必领我们前进，直到神永恒的国度。要不住的赞美，凡事必有他的美意跟计划。我很高兴，我今天没有掉眼泪。我把这属世的价值观改变成为神国的价值观，交托神掌权，信心的跟随主。以赛亚书也有一段经文讲到，艰辛依靠他的，他必保守你十分平安。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也祝福大家，谢谢。感谢素然姊这跟静文姐的见证分享。迄天有甲我讲，伊的见证会较长。我讲无要紧，只有3位。当然，我有一些小组，他们是要用录影的，或是说用书面的，我都拒绝。我说，即使再忙，本人要来这边做分享，会比较好一点。有一段上帝的话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平安赐给你们。我赐给你们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忧愁，也不要胆怯。”以上我赠送给静文姐。我想，咱基督徒，还是讲不是基督徒，祝福不管你是谁，有没有宗教信仰，咱拢唔忙得到祝福。但是每一个人
拢是毋茫。什么是福？每一个人想的无一定是同款，但是有一项是大家拢想的。台湾人讲安那？讲平安，平安就是福。到底是什么叫做平安？咱习惯讲平安无代志，就是平安；无出事，就是平安。如果无出事，才是平安。这个真正真难得享受这个平安。为什么？因为今仔日若无出事，明仔载可能出事；健康无出事，有可能婚姻出事；工作无出事，有可能你的财务会出事。所以，咱早到晚一天到晚都惊出事，出事真做咱会惊吓，咱惊吓毋知会出事的。但是咱永远都无平安。真做一个基督徒。咱要享受上界福气是啥物？毋是无代志，毋是无出事。每一工无出事，有一个诗歌讲，以前的诗歌咱即马较少咧听，以前定人咧吟。上帝未曾允许天色常蓝。神没有说一个基督徒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呢，就没有事情。一帆风顺，平步青云，所有的灾难都不会到我们身边，所有的好事都会掉到我们的头上。上帝是没有这样的允许，上帝有允许，即使你出事，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带我们走过这个人生的高山低谷，与我们同行。在上帝的手中，上帝都有他的计划，都有他的旨意。我刚才分享到我们牧师团的离开，3月24号陈博士牧师的捐选，其实这个都是有上帝的旨意。我在这3个月里面，我也经历到高山低谷。刚才讲了说，我的孙以诺来出席，这是上帝所赐的最好的产业。但是我有低谷的时候，我在前年，我的哥哥多我1岁，主动脉剥离走掉了。一个足健康的人呢，但是他睡走啊。他是药局的药师，我想很多人在座都会知道他是个药师。我的父亲是开药厂的。他60岁心肌梗塞也走了，但是我是不懂得药，我也没有开药厂，我也没有开药局。我一开始是做纽扣的工人，我不懂得药。但是我看到我的父亲、我的哥哥都是心脏、主动脉血管就爆掉了。那我觉得我是不是要去检查一下？我就去长庚林口长庚医院检查。林口长庚医院也是台湾台大、荣总、林口算是3大的。那个医生也是患者足多，病人足多。他说你要检查 ，OK， 你也可以检查。智慧23000多了。我说好啊，就智慧了，就早一点。在我要去埃及以前，因为我有报名，大概3、4个月以前我有报名要去埃及，因为当时埃及的理会很便宜，我就报名了。我就进去智慧做检查，检查之后报告出来呢，他有寄给我一份，那我就到林口那一边看我的报告。洪医师说，你有一条血管塞住80%，很危险。你可能马上要动手术。我说是不是你要动手术啊？我说不是我有一个团队。我说我又不知道谁要动我手术，我只有一个团队。但是呢，你要去埃及现在又没有办法马上处理。但是呢，你还要做第2次的这个从心脏里面核子注射显影剂。在第2次，因为那个80里面他有说有可能是不是有个地方
怪怪的，是不是有迄个好去的物件啊？是个遮住安尼啦。我就去，伊安尼讲啊，先加油啊，哦，我就去那个药局，那个护士说，这个是个舌下片，你痛的时候吃1颗，痛了再痛的时候15分钟再吃1颗，你不能放在口袋太热，你不能放在裤子，要放在口袋。我讲带着这个舌下片，我就紧张了，你知道吗？还不能放在裤子呢。那几天大概都很紧张哈，把这个舌下片放在这边，放在身边。当然，在这个紧张当中，有一句圣经的话，诗篇46篇就在我的脑海里。神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力量，是我患难中的帮助。这句话他鼓励了我，而且我当时屈下来，跪下来祷告，说：“神，你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力量，是我患难中的帮助。”因为那个医师说，你要从埃及回来之后，才能再做第2次的这个检查才能说是不是需要处理做一些心导管的治疗。那我就跪下来的祷告之后起来，但是埃及还是要去啊，旅费已经缴了呢，对不对？但是那个舌下片还是放着口袋，天天关在舌。但是好，我就去埃及玩了大概11天回来。在11天里面，我好像也没有去找医生啊，对不对？因为埃及很热，去找医生一定完蛋了。但是我回来之后呢，好，3月1号我又去长庚了。他这一次是也又打心脏的，看心脏的部分，看有没有问题，是不是塞得很严重。他的打法是这个是不是智慧的？这个是健保的就先打完之后看心脏的血流怎么样。4个钟头以后呢，再照一下你的心脏怎么样。在3月5号我又去看报告了，这个洪医师说你的心脏是健康的。所以经过这样子的，是不是高山低谷？就像我们人生真的是怕出事，都会经过高山低谷，但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所以我很喜欢这个诗篇，我们一起来读诗篇46篇。神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力量，是我们在随时的帮助。我们一起起立，用这首诗歌来回应。大家起立。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
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我们来赞美与感谢的祷告。我靠那加给我的力量，凡事都能做。我们要用信心在祷告中看见天父信实的作为，就算身处在不如意的环境中，都能变成持续精进自己的动力。感谢神的保守带领。感谢神的保守带领，3月16号信徒讲座有近90人参加，并使用你的仆人陈柏志牧师前来教导我们用属灵的心思、眼光珍惜神所赐的财富与健康，加添我们智慧，使我们心得坚固，灵得保持。大家一起同声来祷告。慈悲好量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将这个属我将我们加给上帝的祝福，也求主你在这个当中这样留人，让这个荣耀的献主见证了主你的作为。感谢主你在持续的在这里帮助在我们闭幕的过程当中，求主你的医治的灵，你在这里我们当中每个精进都能够得到每一个人所赏赐的福分，在这个当中也感谢神你就是有了丰丰富富的感谢，让我们这个也重新得力。在这里的奉献者，我所有的奉献献上感谢，都能够荣耀主你的圣名。这是献上感谢。亲爱的天父上帝，我要向你承认，我们面对环境动荡的时候，我们心常常感到不安与害怕。现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把我们的软弱与极限来交给你。主啊，我们宣告，我们心要坚定，我们灵要兴起，我们要唱歌歌颂耶和华的作为。愿主保守我们的信心，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的相连而不动摇，住在你里面。谢谢主给我们祷告的权柄，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请坐。我们为了全球国家城市来祷告。2024年全球的大选的当中，特别我们祝福即将今年12月要进行的总统大选，国家有乌克兰、巴拿马、南非、多米尼加、墨西哥、斯里兰卡及乌拉圭、美国、帛琉、委内瑞拉等国。求主赐福各国能够选出合神心意的领袖来带领国家，并按照神的公义治国，造福人民，保守各国选举以公平、公开、公正的方式进行，建立公义与廉洁的政府。第二，为台海两岸关系祷告，因应中国帆船船户的事件引发紧张关系，交在主的面前。两岸的国土与人民都属于你，主也必在我们的当中掌权居首。求神赐下智慧，在两岸政府以及相关的官员不仇恨纷争，乃是造福人民最大的福祉，来解决与治理。第三，假消息与假新闻的媒体很多哈。近几年来，国际性的议题越不稳定，社会越容易有很多假消息、假新闻介入在世界当中，名言不可作假见证，罗马书14章也教了不可使人跌倒。求神掌权掌管这个时代，让真理行走各国各地，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以爱为出发点，不铸造仇敌与谎言。我们一起同声来祷告。亲爱的宝贝小祭拜我们谢谢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人家这事情，在这世界的或者整个国度的里面，
求主你的感谢，让我所有的国家的住民都能够在这个有龙神祥地上面，祈求你在这里所有的困难当中能得到主你的救赎。在这些年，让我们这个社会有许多不好的消息，这些虚假的，不是不符合正义的。主，你继续要帮助人，让我们有分辨的这个能力，在这里分辨能力的当中，求主你让每个百姓都能够不以讹传讹，让这个能够在终止在这个有智慧的人身上，求主你要帮助我们的社会能够更加的美好。主你所示的，阿爸父神，我们要将世界各国在今年要选举总统的这件事交托在主你手中，求主你赐恩赐福，在这些国家能够选出合神心意的领导人来带领他们的国家，并且按照神你的公义来治理国家，造福人民，保守各国他们在选举当中能够公平、公正、公开来进行，也赐给这些新的领导人有怜悯，有公义，也有良善，也能够在他们治理国家的时候，能够有神的话与他们同在，也在这动荡的时代当中，让他们能够知道世界和平的重要。求主你让我们能够持续来为这世界每个国家来祷告。我们也要将台湾两岸之间的关系，因为中国船翻覆的事件引起了紧张，以及两岸国土人民许多的纷争。主啊，我们的人民都是属于你的，我们求主在这当中掌权居首位，求主赐下智慧，在两岸的政府官员当中，主啊，挪去一切的仇恨纷争，主啊，也帮助两国的领导人能够放下对立，能够彼此的宽容，能够彼此谅解，彼此的尊重。主啊，帮助两岸的人民都能够生活安居乐业，也为着现在世代有许多的假消息充斥在这网络媒体新闻媒体，主啊，求主你挪去这些假的消息、假的新闻，让主你的话语能够临到这当中，挪去一切这些的纷争，让主你的平安喜乐充满在我们这个世界。主啊，我们将这一切都交托在主你手中，求主你保守带领。我们这样感谢、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接下来我们为教会来祷告。第一，我们3月24号主日礼拜中捐选陈柏志牧师为迦南教会第6任主任牧师，恳求神来掌权带领，从长子到信主，大家能够齐心迫切来祷告，看重自己为迦南为一份子，以出席的行动来关心捐献事宜。第二，3月24号校友长子会，求主赐下每位长子同工有10天的聪明智慧，在神所托的服事当中有敏锐的圣灵来引导，满有恩膏，大有果效，并在谦卑里服事主。第三，下周为受难周，我们以诚恳的心悔改我们的过错和不幸，以最大的感恩进入主恩典的拯救中。我们的老我要和主同死，埋葬重生的生命，与主同复活。我们同声来祷告。咱大家开声来祈祷，因为上帝万能。祈求你能够看重了我们自己为家人教会的用事，每一个人都能够尽心尽力为主的事情来报答。求求你在这里有圣灵的带领的时候，所有的每一个人都有聪明的才智，每个人都能看见的是真正的圣灵在动工，
习，求主的恩典来进入了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每一个人都能够见证到主你所赐的生活在这里当中。然后我们主这个礼拜求主在受难周。求主你在这个礼拜所有这个避免耶和华的一些奢华的这些宴乐，求主你就要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智，都能够这样的主耶稣能够真正同时同埋葬在这里重生的力量，那么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我们献上奉献感。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我的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感谢主垂听了我们的祷告。嘉南教会有主美好的应允与祝福。3月24日主日礼拜将拣选陈伯志牧师为教会的第6任主任牧师。在这个重要的时刻，愿每位嘉南人从长职到信徒，大家同心合意，迫切祷告，并用行动来支持关心。恳求天父上帝亲自掌权带领，让拣选顺利，成就天父上帝的美意美事，带动嘉南教会复兴，成为万人教会，成为桃园人的祝福出口。3月24日下午的长职会，我们得求主圣灵与我们同在，是以每位长职同工有属灵的智慧，个人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互相帮补，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更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用谦卑敬畏的心来服侍。最要紧的是，我们要彼此切实相爱，不发怨言，人人同工，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装备自己，灵命更新。我们要在主的爱里有真正的合一，向前面的标杆奔跑。我们的每个长职都要活出荣神益人的生命。主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借着你得到救赎，也享有永生的福分。我们下周就是受难周了，求主圣灵帮助我们重新来检视自己的不配，我们的信心不足，我们的行为不义，我们的意念不洁，我们窥见主的恩典。主啊，求你除去我们心中的骄傲，求你挪去我们狂妄的眼目，让我们用谦卑敬畏的心仰望上帝的带领。主啊，求你让我们体会基督的心肠，我们重新来学习耶稣基督柔和谦卑的样式。我们要同心合意地寻求你的国和义，携手向福音广传的标杆迈进。我们将祈求祷告感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彼此的代祷，我们两位彼此来代祷，大概用大概3分钟的时间，大家起立。
们再30秒哈，咱个30秒。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咱这是接落来为了集体来祈祷，咱为了新年的牧区第4周钟连美的儿子黄崇伟来代祷。他住在内地的金色时代长照机构，目前有发烧，右手有红肿，蜂窝性组织炎，不易消化，睡眠不良的状况，送医治疗中，求主来看顾保守。第二，我们为了第2组戴小青的先生张良洲代祷因为他脑部出血，开刀复健，需要复健的病房。3月20号桃心的复健门诊。他已经去了，好像不符合条件求主看顾保守，能够得到好的治疗，早日的恢复。第3，为了16子于思正使用的乳有思美不好意思，思美使用乳癌的药有一些反应求神继续来医治思美，也安慰安静思美的担忧。还有第4我们一位18子黄秀英的怀孕这个月即将要生产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赐的赏赐求主祝福准妈妈即将出生的婴儿保守待产及生产过程，一切都能够平安顺利。青年牧区新增的小组，3月14号起，每周四晚上7点半，建立多元横向的连结，求主祝福带领组员有归属感，同工也在当中得到造就。3月19号召开退休会的筹备，求主开启同工属灵的眼光，与神有亲密的关系，同工能够倍增。3月13投影的信念，求主预备同工委身服事上学习专精。儿童牧区为了国中的孩子的第1段稿，求主赐下智慧给孩子，所看所读都能够明白。3月30号雨欣考美术班能够顺利，愿神带领雨欣为他开路，将最适合的学校班级给他。3月24号怡静参加音乐的比赛，求主使怡静安稳的心，演奏顺利，有好的发挥。3月31号复活节的活动，阿卡贝的活动，求主带领牧区及社区的孩童踊跃参加活动当中，老师孩子同欢喜快乐，经历神复活的大能所带来的盼望和喜乐。咱开下这位来祈祷。所有的牧区在这里向主你祈求的时候，主你必须开启了幸福的道路。在这个道路每一个侍奉的阶段，求神的应许，在这个地方都能够容神一人，在这个所有的侍奉的里面都能看顾所施的福气。主你去能够让所有每一个人在所有的需要的场面的
求你的这个帮助，每个过程的当中，有主你的扶持的帮助，主你继续要扶持的这些。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寻求你的应许和医治。虽然许多事情我们不明了，但是我们深知你要我们完全。请你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从里到外完全的医治。我们的父神，无论我们过去的创伤，每天面对的身体的疼痛，或者是精神的压力，需要寻求你的医治，恳求神在我们身上彰显你的医治。主啊，你要保守秀英生产的过程，每一个阶段都很平安顺利，因为主丰盛的恩惠必与秀英同在。主的大能必帮助她顺利生产，靠主丰盛的恩典，不担忧，不害怕，平安的生产。也求主的为我们的儿童牧区的一径的参加一类的比赛，求主你给他好的发挥。为了各外界的这个活动，求主了带领这个牧区的社区的囡仔参加活动的中间，拢会带来各外大人的盼望加喜乐。特别上帝，阮也要为着这的青年牧区来祈祷。特别上帝求主你来帮助，让青年牧区会当较侪的同工来参与。求主你来帮助兴起这个青年人，因为这个青年人正做教会的中心。一间教会要成功，一定要有真侪青年人来参与。我为着这个祈祷，摆在你的面前，感谢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名。阿们。邀请弟兄姐妹再次起立。来起立。芥菜种的信心，可以将大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地宣告，勇敢向前。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阿们。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虑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阿们。我们今天祷告就到这里，大家彼此祝福，彼此请安。谢谢大家的参加。